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届风台对花莲造成严重的灾害。顶日新闻报道，花莲太鲁阁天祥地区去年新历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监测到目前地质稳定，本地是按定10月就当恢复营业做生意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祥，天祥的祥，它使用祥第5条，有一寡地头腔口读做祥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祥本地意思是好歹的调头，也毋过咱现代意思是讲有好的方面，像讲有福气、有好结条，咱讲是祥瑞吉祥，定定会较如意。做伙讲，讲是吉祥如意。有一款草叫做吉祥草，汉语用来清热解毒。若是吉祥的魂，就是祥魂，有人讲是瑞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来看到读做祥瑞，意思就是吉祥好结条。第二个词就来解释吉祥，意思就是吉利祥瑞，有好结条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礼拜日就是教师节，有真侪人拢会祝福老师吉祥如意、祥瑞福气，感谢先生辛苦来栽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祥，有一寡地头读做祥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